爱妃，妙莲，爱妃，娘娘，爱妃，娘娘，娘娘，爱妃，吓死朕了你！总算醒了。张仪，爱妃，醒了！啊！你谁呀？爱妃，是朕呐！娘娘，娘娘，哎呦，娘娘，这是皇上啊！就是。你看他眼睛直勾勾的，笑什么呀？笑成这样！笑什么？娘娘，太像公公了。娘娘，拍戏呢是吧？不好意思啊，打扰你们工作了。对不起啊，我先走了，我这就走，这就走。哎，这娘娘，您去哪儿啊？哪呀？娘娘，这是皇上，您别吓我呀，娘娘。妙莲，你莫非受到什么惊吓了？娘娘，娘娘，我跟你说，别吓我，我从小胆儿就小。这是哪儿啊？谁告诉我这是哪儿啊？娘娘，我手机呢？我钱包哪儿去了？谁把我穿成这样的？妙莲，你风言风语说些什么呀？你怎么了？别过来！我肯定是在做梦，我一定是在做梦，全都是假的。快醒醒！快醒醒！快醒醒！皇上！妙莲，妙莲，醒醒啊，娘娘！皇上，妙莲，皇上，妙莲，冯昭仪一反常态，是不是中了魔了？娘娘，快传太医！是是。妙莲，妙莲。皇上，赤梅荔枝，解解忧愁。没胃口。皇上，哎呦，皇上，启禀皇上，冯昭仪醒了。快去看看。都3个月了，他怎么还能醒？娘娘别担心，御医说了，他患了污秽之症，宫中无人敢接近。那皇上不是已经去了吗？你谁啊？娘娘，您真是病坏了。我是柳儿啊，这是朝阳宫啊，娘娘。娘娘啊！我怎么成娘娘了？娘娘，您是冯昭仪呀？您不会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吧？
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？我是不是失忆了？娘娘，什么叫失忆呀？娘娘，驾到！皇上来了，我扶您躺下。娘娘，我扶您躺下。哎呀，娘娘，你等我一下啊！皇上，这种污秽之地您不能进呐！朕来看冯昭仪有何看不得？皇上，娘娘，我给您梳头，我给您梳头。娘娘，我给您梳头。哎呦，皇上您慢点儿。参见皇帝陛下。妙莲，你有什么起色吗？娘娘，皇上叫您呢。妙莲，妙莲，娘娘，皇上叫您呢。皇上，皇上，啊！妙莲，你病得太重了，刘太医，快给朕治好妙莲的病。是。走开，走开，走开呀！皇上，请。冯昭仪到底得了什么病？皇上，以碑石来看，此病乃污秽缠身引起，可能是鬼神附体，导致冯昭仪风言痴语，目不识人。鬼神附体？皇上，也就是说他中了疯魔了，超出卑职医术的能力。也就是说你治不好了，我养你干什么用的？皇上恕罪呀！哼！你说皇帝是太宗大帝，那这些古董可都是真的了。这带回去得值多少钱啊？那现在是什么朝代啊？现在是宋唐，邻邦都称我们为大唐。宋唐，我只听说过唐宋，还真没听说过宋唐。那到底是宋朝呢，还是唐朝呢？倒是南北朝的时候有个刘宋，莫非被架空了？娘娘，您真的是病坏了，连记性都不记了。看来我是真的穿越了，我成娘娘了。哇！太土豪了吧！啊，金的。那这么说来，我应该是个大美人了吧？柳儿，给我拿个镜子来，快呀！拿来，给我呀！这不还是我吗？太重口味了。让我一头撞死算了。娘娘，娘娘，娘娘，你以前从来不说这种丧气话的。御医说了，您这病
要冷静。我冷静得下来吗？娘娘，柳儿，你能给我打扮打扮吗？我想出去透透气。你以前最喜欢和皇帝陛下来这儿了。照你这么说，我这个冯妙莲、冯昭仪，还挺受皇上喜欢的。娘娘，您是最得宠的妃子，因为这不知道有多少嫔妃嫉妒您呢。参见皇帝陛下。爱妃，参见皇帝陛下。妙莲，身子好了吗？娘娘，爱妃不必多礼。娘娘，迦叶国师，宫里可有什么惊奇妖媚？好帅的和尚啊！他是谁呀？他就是国师大人。回陛下，世间凡尘障孽有因有果，并非什么惊奇妖媚，只因宫廷院深，这里有些冷清戾气，容易侵入骨髓而已。莫非妙莲是被戾气所禁？国师，那你看一下，冯昭仪的身子如何？他过来了，过来了！娘娘，请伸出手来。居然有这么帅的和尚，唉，可惜猪猪不在。啊，这么快就完事儿了？回陛下，娘娘只因邪毒入侵，造成呕血症状，并非什么惊奇妖媚。这呕血症，所有的御医都治不了，还是替冯昭仪去体内的邪毒吧。阿弥陀佛。这么超级英俊的男人，怎么会当和尚呢？现代的帅哥，要么是同性恋，要么是别人的。这古代的帅哥又跑去出家，唉，资源浪费啊！迦叶，你快点还俗，让我采摘采摘吧。娘娘，请。来，怎么浑身都暖暖的？娘娘，发誓完毕，小僧告辞了。啊，你做完了？娘娘，再来一次吧。奴婢替娘娘谢谢国师。哎呀，你让阿弥陀佛。哎呀，好帅！
娘娘，迦叶国师果然厉害，您看起来气色好多了。柳儿，迦叶那么帅，他怎么会当和尚呢？迦叶国师的身世，没有人知道。柳儿，你再跟我说说我的身世吧。哎呀，好柳儿，最后一次，就一次啊！娘娘，您是本朝国师乐亭侯冯博的长女，今年22岁。啊，娘娘，想当年，您出嫁给皇上的时候，那是全国最高的仪仗。前有御林军侍卫开道，后有花团锦簇的宫女相拥，整个金陵城万人空巷，好不热闹。不管是百姓还是官吏，全都出来看您呢。那典礼呀，别提多威风了。我以前还那么风光过呢。那是不是我昏迷的这段时间，皇上总来看我呀？娘娘，您刚昏迷的时候，皇上总是来看您的。可是您这病得太久了，皇上的耐心是有限的。最重要的是，皇太后怕您的病会传染给皇上，就不让他常来了。不过现在皇上也是半个月就来看您一次的。那是不是说，我一时半会儿都见不到皇上了？娘娘，皇上可巴不得您好呢，您怎么能高兴呢？哼，我还巴不得再也见不到他呢。冯昭仪，这是冯昭仪吗？你是谁啊？冯昭仪，你倒是会做戏呀，连我是谁都不认得了。神经病！放开我！贱人，你敢打我？打的就是你，敢调戏皇上的妃子！调戏你？哼！娘娘，你等着！手真狠！娘娘，这又丑又横的男人是谁啊？他是三王爷呀。娘娘，我是跟他有什么过节吗？娘娘，您在进宫之前跟三王爷有过婚约呀？我跟他有婚约？奴婢觉得三王爷可能一直对此事耿耿于怀，所以见您落难了，就跑来落井下石了。啊，你们古代可真乱啊！他什么来头啊？三王爷是皇上的同胞兄弟，皇太后可宠他了，权力大着呢。哦，对了，娘娘，三王爷来这儿的事儿，你可千万不能告诉别人啊。那你的意思是说，怕别人知道我跟他藕断丝连，怕皇上惩罚我？哎呀，娘娘，我差点忘了正事儿，陈昭仪往这边来了，她一直嫉妒您是宠妃，您可要小心了。Oh my god！ 娘娘，来了来了。参见陈昭仪。妹妹的病可好些了？姐姐，我过来看看你。多谢。好的差不多了。既然好差不多了，就不要让皇上3天2头的往你那儿跑。皇上龙体金贵，日理万机，可吃不消你这狐媚劲儿。要是传染上了，那可就不好了。啊，说的也是啊。姐姐，
你身怀六甲，就不怕我传染给你吗？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我的肚子！娘娘，你怎么了？娘娘，啊！娘娘，我们可没碰你，我们没碰你。娘娘，你没事吧？娘娘，哎呀！爱妃突然间摔倒，是不是身体有什么不适？没事儿，只是不小心摔了一下。明明是冯昭仪推的。闭嘴！什么时候轮到你讲话？奴婢该死。是冯昭仪推的。难道是冯昭仪看到陈昭仪怀了龙子，心怀嫉妒？皇上，您别怪罪妹妹，她可能是和三王爷吵了架，心情不悦，所以……皇上，娘娘，他跑去见三王了。哎呀，皇上，瞧我这张嘴，宫里的太监宫女们都看见了，我特意嘱咐他们不要声张，以免惊扰皇上。可我自己却……皇上，您可千万别怪罪妹妹啊！皇上，皇上！柳儿，你说陈昭仪不会有什么意外吧？可能是胎动吧。也不知道是怎么的，我一见到她，心里就特别不舒服。娘娘，再怎么说你们也是表亲啊。俗话说得好，表亲表亲，扯断骨头还连着筋。不过陈昭仪她确实有点过分，作为你表姐，还处处跟你作对。她怎么会是我表姐呢？娘娘，她是你姨娘的孩子，跟你的名字相连啊，叫妙芝。这皇宫还真是，哼，什么亲情都没有，姐妹之间也往死里斗。在这个皇宫里啊，为了争夺皇上的宠爱，亲姐妹打得你死我活也是常见。就为了一个臭男人，你说他们至于吗？有很多美人为了进这个皇宫挤破了头。不过娘娘，你不用，因为你本来就是美人。娘娘，自从你病了之后，总是说一些让人听不懂的疯话，宫里人多嘴杂的，总会说三道四，你要小心啊。哼，这个呀叫树大招风，高处不胜寒，走自己的路，让别人说去吧。娘娘，你又说疯话了。
皇上驾到！参见皇帝陛下，娘娘正在沐浴。皇上，您怎么来了？你今天去见三王了？对，怪不得你的病连国师都查不出来，原来你躲在这里装疯卖傻，就是为了方便跟三王私会。你想跟他旧情复燃吗？我没有，我根本就不知道他是谁。枉费朕这么宠着你，你不但跟三王藕断丝连，还推倒陈昭仪害朕的龙子。冯妙莲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胡说八道，我根本就没有碰过他。大胆！居然敢用这种口气跟朕说话！所有的嫔妃宫女都看见了，你还想抵赖吗？你是嫉妒陈昭仪怀上朕的龙种是吧？我没有，我是被陷害的。一个怀孕的女人就可以横行霸道，随便欺负人吗？他陷害你，我看你是在害朕吗？昏君，你凭什么打我？你只是一个昭仪，竟敢骂朕！朕现在就可以杀了你！从今天起，你就跟朕带到冷宫去，朕再也不想见到你！娘娘，皇上怎么能对你下得去这样的狠手呢？娘娘，娘娘，娘娘，让我看看，娘娘。冯昭仪，你们还是换个地方住吧。慢点儿，娘娘，您真烫，你发烧了。真不想待在这儿，怎么才能回家呢？好想猪猪。娘娘，皇上也太狠心了，那么宠爱你，一句话就把你打入冷宫了。开门！娘娘，可能是御膳房送饭来了。郭公公，怎么都是些剩饭啊？而且还是冷的。有的吃就不错了，你还想挑三拣四啊？今非昔比了，还拿自个儿当个人啊？走。郭公公，郭公公。娘娘，平时我们都是列单子给御膳房，如今只有冷饭了。柳儿，你再去找一床被子过来，这个房间太冷了。娘娘，没有被子了。这么冷的房间，一床被子让我们两个人怎么睡啊？娘娘，您躺下吧。啊，不行，柳儿，啊，去找一把刀来。娘娘，您可要想开一点啊！你当我要自尽啊？
娘娘，你暖和点了吗？好多了。娘娘，您真聪明，而且还胆大。我从小就挺独立的，像个男孩一样，打架什么的都小菜一碟。说了你也听不懂。娘娘，你有的时候不像娘娘，像其他人。柳儿，你相信穿越吗？穿越？穿越是什么意思啊？穿越呀，就是从过去到了现在，从现在又跑到了未来。其实我是21世纪来的人，我根本就不是什么冯妙莲、冯昭仪，我是冯峰。你能懂我说的话吗？娘娘，你说什么呀？我一句话也听不懂。就当我没说吧。皇上如此忧虑，是不是因为冯昭仪被打入冷宫的原因？不要跟朕提他。臣妾知道了。启禀皇上，波斯使臣刚刚进贡了一个绝世舞女，要不让她给您跳个舞解解闷儿？也罢。冯昭仪跟我斗？好啦，别跳啦。贱女人，真没想到，你也会沦落到如此地步。贱男人，你别忘了，虽然我被打入冷宫，但我还是皇上的妃子，就算是弃妇吧，也是皇上来处置我，也轮不到你来教育我。你擅闯后宫，该当何罪啊？冯昭仪，什么时候你也变成泼妇了？我让你们欺负我就不是泼妇了，皇上欺负我也就算了，你算个什么东西啊？你，
他真把你害成这样了？管得着吗你？他这样狠毒的待你，你还对他死心塌地，你真是活该。哼！拿去养这点你的小命吧。想加害我，杀人灭口啊！你的死活与我有何相干？就你现在这样子，值得谁来加害于你？哼！收起你的假慈悲吧。要不是因为上次见到你，我也不会被打入冷宫。在那冷宫，总比天天伺候那个暴君强吧？妙莲，听我的，还是想个办法尽早离开吧，要不然，你迟早会死在这儿的。你当我想在这儿啊？我要是能离开，我早走了，这辈子都不回来。我会想办法的。娘娘，娘娘，娘娘，我可找到你了。外面风大，咱们回去吧。哎，这是什么呀？三王爷送的药，不知道是害我的还是救我的。三王爷给的药，咱们还是扔了吧，免得惹祸上身。我都已经被打入冷宫了，还有什么可怕的？脑袋掉了不过碗大个疤。海带呀海带，海带呀海带！啊！我输了，娘娘这是你的吧？把门打开。娘娘，开饭喽！公公留步。哼，娘娘，还有什么吩咐啊？公公，您辛苦了。我有个小礼物想送给你。哎呦，娘娘，有什么吩咐，您尽管说。那就麻烦公公送一车炭过来，事情办成了，少不了你的好处。好，谢谢娘娘，奴才这就去办。娘娘，这是皇上上次给你的簪子，价值连城，送他糟蹋了。这怎么叫糟蹋呢？这叫物尽其用。一个簪子换一车炭，够娘娘过一冬了。胡说！皇上那么宠爱我们娘娘，说不定哪天就带我们娘娘回宫了。柳儿姑娘，你在这冷宫与世隔绝呀，宫里可来了一位波斯美人巴尔仙，皇上一见倾心不已呀，立刻封她为昭仪，住到朝阳宫了。所以呀，你们在这冷宫的日子还长着呢。走。娘娘，您就打算一直这样破罐子破摔啊？要不然呢？你以为我还想重新得到皇上的心吗？宫里的女人少了皇上的宠爱，那就什么都不是了，谁都会看不起你，而且你的亲人都不能来看你，所以才要找机会离开这个地方。你想说什么你就说。娘娘，出宫的女人，除了去安堂静养，就是在家庙，一辈子都不能外出。以后的几十年也只能青灯古佛常伴，这跟出家了有什么区别？那也比在皇宫强啊！每天受人欺负，勾心斗角的。哎，听郭公公说那个巴尔辛，他住进了朝阳宫，而且还晋封了昭仪。陈昭仪是因为得了龙种才得以晋封的。看来这个巴美人比陈昭仪还有心计。她一来就当了昭仪，肯定是个绝代美人。听说皇宫后天有大宴，看来就是为了庆祝巴美人晋封的。有大宴，那我们也去参加吧，顺便看看皇帝的波斯猫长什么样。凭什么这个波斯女人刚来了就当了昭仪？刚走了一个冯昭仪，又来了一个巴昭仪，真是走了狼又来了豹。姐姐，这个巴昭仪现在皇上很宠她呢。想当初皇上不是也很宠冯昭仪吗？可是现在呢，还不是被打入冷宫了？这种事情宫
公里多了，快点！日子长了，你们就懂了。停，走。哎，那不是冯昭仪吗？哎，妹妹，既然来了，又何必匆匆离开呢？哼，互怕互。参见各位娘娘，参见陈昭仪。你可是去恭喜皇上的？是啊，妹妹命苦，反正也没有几天好活的了，自己知道不可以再伺候皇上，也就死心了。不过在恭喜皇上之前，倒是要先恭喜姐姐啊！啊，为何恭喜本宫啊？姐姐你怀有龙种，身子不方便，就把皇上让给其他女人去侍寝，这样不是给姐姐分担负担了吗？就可以安心养胎了呀。那倒是。如果八昭仪运气好的话，应该很快也会有龙种吧？这样姐姐们又可以为她去分担。哎呀，真是姐妹情深呢。本宫无法侍寝皇上，想必妹妹也没有这个机会吧？同病相怜之人，又何必在这儿？不，妹妹跟姐姐可不是同病相怜。姐姐你有龙种，妹妹有什么呀？什么都没有。哎呀，再加上我这身绝症，在皇上的眼里，我早就什么都不是了。妹妹也不必绝望，说不定皇上哪天又回心转意了呢。往事不要再提，过去已是风雨。姐姐妹妹们，你们玩啊，我先走了。啦啦啦啦啦啦。册封昭仪一般会庆祝3到4天呢。哦，哎，怎么没人通报？娘娘，你等我啊。娘娘，娘娘，哎呀，哎呀。娘娘，娘娘，娘娘，什么人？快！什么事儿啊？这么慌张？参见陈昭仪。那个，我们家娘娘突然病发了，奴婢这是要扶我们家娘娘回寝宫服药呢。哎呀，娘娘，你没事吧？姐姐，我这病可传染，传染给龙太监。好了，回去赶快吃药吧。是啊。娘娘小心啊！皇上怎么大白天还查床舞啊？什么是查床舞？就是，这是什么呀？这你都站住！臣妾叩见皇上。参见皇帝陛下。
起来，起来！刚才私闯朝阳宫的是你吗？你凭什么打我？你又要耍什么手段？你又想挑拨陈昭仪，一起陷害巴尔辛啊？你处处算计，以为就会得到朕的宠幸吗？谁要你宠幸？要不是皇上的身份，谁会喜欢你？打得好！如此忤逆泼妇，不如即刻处死。皇兄，冯昭仪姿色已衰，又是绝症残躯，竟然在这儿出言不逊，倒不如提前将他处死，昭告天下，这就是杜父的下场。三弟的话，朕本该采纳，不过看他也活不了多久，朕就饶他一死。谢皇上开恩！谢皇上开恩！谢皇上让娘娘不死。以后朕做什么事情自有主张，容不得你来指手画脚。是，臣弟告退。吓死我了！老爹，我的小命怎么办？娘娘，娘娘，娘娘，你没事吧？啊，吓死我了！啊，娘娘，来，娘娘。你还笑？你看你刚才吓那样，逃走你都不会啊！要想活命就闭嘴，快走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我下来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暗箭男人，你放开！你什么意思啊？充当什么好人啊？刚才还立计谗言，巴不得我死呢！哼，蠢女人，你知道什么啊？要不是因为我，你的小命早就没了。狗拿耗子，多管闲事。你给我吃的什么东西啊？我知道了，刚才那个暴君没有公然处死我，就派你暗中来毒死我。一会儿是不是还要将我抛尸荒野？就你现在这副要死的样子，谁有闲工夫来害你？死我倒是不怕，不过想到要被分尸、被毒死，还是挺冤屈的。这有什么奇怪？蝼蚁尚且偷生，何况人呢？贱男人，你干什么好心要帮我啊？我马上都快死了。你要色，我没有；你要财，为了取暖和吃饭，我把之前的东西都赏赐给太监和宫女们了，所以你什么也得不到。妙莲，我当初就不应该对你放手。别吃我豆腐！小叔子勾引嫂子，你哥哥知道吗？你是嫌我死得太慢，还是自己活得不耐烦啊？哼，本王也不管你的死活了。那滚吧！这是家业国师给你开的药，记得服下。药我收下，那你是不是可以翻滚吧，牛宝宝？疯了！
一句话也听不懂。皇兄不杀你才怪你！哼！开门！快开门！您呐，宫女姐姐。三王爷，好生照顾你家娘娘。是。恭送王爷。娘娘，三王爷看起来不像是要害你啊。娘娘，今天的饭菜好丰盛啊！这么多好吃的，柳儿，快呀！娘娘，你吃啊！哎，等等，不疼啊！来吃，娘娘你先吃，快吃，快吃，快吃！谢谢娘娘。哦。完了，娘娘怎么了？死囚在临处死之前都要饱餐一顿的。我今天得罪了皇上，他不会在菜里下毒了吧？娘娘，我不想死。圣旨到！娘娘，皇上口谕。皇上口谕。即日起，冯昭仪去皇家永寿寺休养，钦此。谢皇上，公公慢走。走。太好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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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太好了！下完了，去了永寿寺就等于永无翻身之地了。娘娘，你瞎说什么呢？赶紧收拾衣服去。娘娘，我不明白，为什么你这么开心呢？你等于被皇上彻底遗弃了。哎呀，你傻吧你？这里有什么好的？这里男人跟男人斗，女人跟女人斗，男人跟女人还斗，天天斗来斗去的，就是为了一个臭男人。你看我天天穿成这样，跪来跪去的，我膝盖都跪肿了。现在能去永寿寺，那真的是各路神仙显灵了，显灵娘娘真的疯了。阿弥陀佛，娘娘里边请。娘娘你慢点。可算是自由了。娘娘哪里算是自由啊？这里可是比冷宫还冷，以后只能陪着菩萨了。陪菩萨有什么不好的呀？总比陪着暴君强吧？天天看那么多情敌，冷眼冷脸的。可是娘娘，宫里的女人她们……柳儿，不用担心，生死有命，既来之，则安之。娘娘，我去求求菩萨保佑，保佑您早日康复。哎，傻柳儿，菩萨只受香火，不管治病救人。娘娘，话不能乱说，菩萨听到了会不高兴的。菩萨要是那么小气，那就不是菩萨了。
娘娘，怎么那么香啊？是迦叶国师种了花草。迦叶，迦叶在这儿。嗯。哇，好多花啊，好香啊！这个是什么花？怎么是黑色的？这是迦叶国师从印度引进的极品花种，很珍贵的。娘娘请。娘娘。阿弥陀佛，国师，国师，娘娘，我带你参观一下给你安排的住宿，看看你是否满意。别叫我娘娘，叫我冯峰或者妙莲都行。娘娘的名讳，小僧岂敢乱称？国师不必在乎那些成规陋俗，叫我名字还自然一些。请吧。嗯。请。娘娘，请。这里是藏经阁，我们特意收拾出来供娘娘休息。有许多大德高僧在这里闭关静修。这里呢，也是寺庙最好的修行之地。哇，这么多书，太棒了！我死也读不完了。娘娘，您也喜欢读书？当然了，不是说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吗？娘娘，我扶您坐下。娘娘，请坐下吧。国师，娘娘，娘娘，这个是我专门为你调制的丹药，请先服下。谢谢啊。搬过来。好，娘娘，那我现在给你医治，请你转过身去。
治完毕。娘娘，娘娘。娘娘，你的病情除了药物，还需要大量的阳气注入。每天傍晚是阳气最强的时候。从今日起，我会每天为你治疗，大约半个月吧。我想你的病就会好了。那好，娘娘，您先休息。哎，不是都说过了吗？别叫我娘娘，叫我冯峰或者妙莲都行。阿弥陀佛。谢谢国师。太舒服了。娘娘，你的病又好了。娘娘，不是这样绣的。哎呀，不绣了，不绣了，无聊死了。要是能上网就好了。上网？你要捕鱼啊？怪不得你们古代的女孩都会绣花，原来整天没事干，闲得蛋疼啊。蛋疼？这么好的天气，要是能自驾游就好了。再把家业带上。我昨天晚上做梦，梦到家业了。我梦见他不是和尚，我还跟他……娘娘，陈昭义来了。他怎么来了？娘娘，我们躲躲吧。走。娘娘。哎呀，姐姐，你怎么来了？妹妹，你在这儿住的可好啊？别提了，特别好。那就好。给陈昭仪请安。姐姐，我这弱不禁风的身子骨就不给你叩拜了啊！你看你挺着个大肚子，还跑那么远来看我，哎呀，感动死我了！我这不是惦记你吗？你离开皇宫这几天啊，我就感觉好像少了点什么似的。啊，对了，我今天是特意来给你送宝贝来的。哎呀，来就来吧，还带什么礼呀？这是一颗千年的人参，兴许它能救你的命。1000年的，真的假的？当然是真的了。皇宫里的东西你还怀疑啊？哎呀，那可不敢。妹妹，你这刚才又说了那么多风言风语，我看你这病啊还是没有好。这样吧，过2天我跟皇上说几句好话，接你回宫，咱们俩还是好姐妹。回宫就不用了吧？皇上不是都有8美人了吗？早就把我给忘了。倒是姐姐，你可要保重啊！后宫有3000佳丽呢，个个都貌美如花，都不是省油的灯。啊，妹妹，那你就在这儿好好养着吧。你不进去坐会儿啦？那你慢走啊，我不送你了，拜。大家看看里面什么东西啊？娘娘，真是人参哎，只怕真的有1000年呢。还真不是姜啊！哎，娘娘你轻点儿。居然送我这么贵重的东西，难道良心发现了？娘娘，反正你的病又不好，这人参又不得有假，我们就试试吧。死马就当活马医吧。娘娘，娘娘，这可是1000年的人参。1000年的人参，我可不能浪费了。干！娘娘好棒！
起来活动一下。哎，娘娘，娘娘，娘娘，你怎么了？娘娘，哎，娘娘，吐血了，娘娘，娘娘，丫的，陈昭仪害我！娘娘，娘娘，你挺住啊，娘娘。等我死了以后，财产都归你。娘娘，你不要说瞎话呀！娘娘，奴婢去找人，找三王爷。他哪肯搭理我呀？没想到我来古代的命运这么惨。娘娘，我死了是不是就能回家了？就能见到猪猪？娘娘，娘娘，娘娘，来人呐！来人呐！来人呐！有没有人啊？来人呐！有没有人救救我们家娘娘？阿弥陀佛。娘娘，娘娘，你醒了。娘娘，是你救了我。你的病情很严重，一定要好好休息。我是不是要死了？不会的，你只是服用了人参，加剧了病情而已。千年的人参不是有起死回生的功效吗？人参虽好，可是却不能给重病体弱虚寒之人，那可是要人命的。我查看了你服用的那支人参，还是4、500年的佳品，对你的病情危害更大了。而且，没有什么药是可以起死回生的。谢谢你，迦叶，是你让我起死回生的。阿弥陀佛。娘娘，那我还有救吗？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把你医治好的。娘娘，您先躺下休息一会儿。